嗨，我係澤愛。曾經以為人到中年就可以到達人生嘅最高峰，點知道我淨係趕上咗地鐵嘅最高峰。曾經以為生咗小朋友就係母慈子孝，點知道原來係作業日日要我教。唔通只可以做個黃面婆？唔得，我要學做大氣靚花旦。自細我就經常同媽媽一齊睇粵劇，當時我就想做個花旦，而唔係淨喺屋企煎荷包蛋。老師係粵劇名旦郭鳳女同埋李淑勤嘅徒弟，雖然佢已經有2個小朋友，但而家仍然睇得又打得。學咗先知道粵劇真係唔容易，手眼身法步樣樣都要學，樣樣都要練。圓場步係最基本嘅步伐，老師上身沉穩，腳下靈動，我就經常走到雞咁腳。學咗之後更加發現粵劇嘅一唱一念、一招一式都充滿咗美感，舉手投足之間演繹嘅係千年嶺南文化。生路隨心託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喂，咁你而家即係仲係有痕係嘛？